因甲外邦人。若是恁受送交的时，无得赶路，要怎样讲，也是要讲啥物话？因为所着讲的，要伫迄时赏赐恁。20节，因为毋是恁家己讲，是恁的爸的神点伫恁伫讲。兄弟要将兄弟送交去死，爸款待囝也安尼。囝儿要起来攻击爸母，互因死。也恁因为我的名，要互众人怨恨，独独吞忍到落尾，伊要得到救。伫即个城困着恁，着行到迄个城。我实在甲恁讲，以色列遮个城，恁行袂通，人子就到。学生袂搬过先生，奴仆袂搬过主人。学生亲像先生，奴仆亲像主人，就到业。人既然叫家主做别斯仆，何况叫伊家内的人？第26节，所以无得惊因，因为无有看捌后来无露出来的事，也无有稳捌后来无互人知的。我伫暗中甲恁讲，恁着伫光明的所在讲出，伫耳孔甲恁讲的，着伫厝顶传你。遐个害死身躯，无会害死灵魂的，无得惊因。独独迄个会灭灵魂甲身躯伫地狱的，较着惊。两只赤鸟啊，兼毋是卖1分银吗？若毋是恁的爸有准，一只也袂磕落地，就恁的头毛也拢算过，所以恁无得惊，恁比一赤鸟较贵气。所以既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天里的爸的面前要认伊；既若伫人的面前毋认我的，我也伫天里的爸的面前要毋认伊。以上。即是要请本堂老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勇者无惊吓，勇者无惊吓”。牧师兄弟姊妹平安，真感谢大位特别是小会互我有机会去小姐一礼拜的时间伫即礼拜的时间甲台湾用车甲行一遍安尼吼，甲顺顺的，看有好无吼？真感谢上帝！伫我要出门之前确实是我伫迦南教会伫要满6年内面上界低潮，上界感觉毋知要安怎心上艰苦的时阵总是上帝真奇妙，早就为我备办这一礼拜的稳定，互我会当去伫即个大自然中间，搁一遍来互上帝来兴起搁来甲互上帝来一个鼓励我想起这6年中间有真侪有拄着真侪即个挫折，迄个关键的时刻，总是我想起一个人，逐遍我若对于外口行入嘉阳教会的门的时阵，伊就远远会甲我讲啥物？好大你莫走！咱大家拢知影迄个人是啥？坤英兄，伊逐遍都甲我喊讲好大你莫走！是，亲爱兄弟姊妹，留落来是爱搁较大的好大。继续坚持主呼召你的即个位置、即个职分，爱搁较济的好大，莫走，会记得主所讲的话，伊要真做咱的安慰，真做咱的盼望，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接受主你的呼召，因为主你是呼召阮的主，阮好大，阮就莫走。阮就完成伫即个所在完成主你的呼召，因为主阮有通靠，因为主你教阮伫地。你既然呼召阮，主你就来负责。主因为阮知阮的性命有限，总是阮伫主你无限的性命中间，主阮是啥物人？阮竟然会当甲主你来同工。主，阮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搁一遍。要真做阮生活的真节，要真做阮服侍盼望，要真做阮即个会快乐甲勇气。主，阮感谢你，互阮看了明白，搁会当去行出来。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看到今仔的经文是对马太福音
伫今年开始伫咱的牧者3个牧者，对1月开始讲马太福音，甲9章的所在，实在是耶稣伊亲身来做，互咱看。伊安怎做？伫第10章的时阵就开始，要呼召咱去，会记得去，爱去传福音。所以伫第10章今仔日的经文就是真简单。伊安怎讲？等于讲即马就是安那，即群12个门徒，因为啥物？毕业典礼啦，是毋是安尼讲的？是，因为主伫10章开始就讲，恁拢通好毕业哈，去。总是去呢，恁会拄着啥物代志？今仔经文用5种主所创造的即个动物，就来讲完了。咱会记咧看着经文有讲着啥物动物？羊，佮啥物？人、钱钱蛇，佫有无？敢有狮子？我无看到，可能你的圣经才有吼。佫一个啥？我有听到，赤鸟吼。哇，真奇妙啊！即个校长吼，耶稣校长吼，毕业典礼时阵就讲啦，就讲去，我要找恁去，亲像羊，要安那伫豺狼的中间。所以恁安那就要亲像恁爱亲像啥物蛇遐尼有才目，恁爱亲像钱遐尼顺良，遮尔艰苦哦，羊。去甲狼，哇，迄安那，真可怕，真凄惨。总是主真简单讲，你免惊，我互你靠。因为安那，恁伫我手中是足宝贵的，亲像啥物？赤鸟安那，2个赤鸟1分钱啊！迄个时阵安那，你买4分，你买4只赤鸟爱几分钱？2分啦吼，2只1分嘛吼，4只爱几分？2分。你用2分钱，你会使买几只？送1，甲咱即马共款，买4送1。所以你用2分钱，你通好买4送1。这个送的赤鸟，虽然毋免钱，总是主要讲安那，咱的性命比这搁较贵气啊。虽然伊毋免钱，总是嘛是贵气。兄弟姊妹，咱是互主看做宝贝的，所以咱毋免惊。主既然找咱去，虽然真惊吓，羊入去豺狼内面，哇，这伤可怕，稳死的嘛吼，稳死的。总是安那，主讲免惊，我互你靠，因为我看恁做宝贝，比迄赤鸟拢免惊，何况是恁？恁比这搁较贵气啊！讲煞，今仔讲道就到遮。因为安那，这个章节就是安尼啊，所以咱会记得安尼就好。总是咱要继续讲落去，就是咱的主有讲细节哦。咱要安怎诚做有才目的蛇？咱要安怎诚做有顺良，亲像钱一样？咱要拄着什么代志？咱要安怎来应付？兄弟姊妹，我相信有真侪人可能毋是即马才毕业，总是。咱共款，甲拄毕业的共款，咱有拄着真济恶淡淡的代志，不确定的事情，咱会惊吓。今仔日的主就是搁一遍甲咱应允讲，免惊，我互你靠，听我的就对，因为我看你做宝贝。这是校长的致辞。若迄个毕业生呢，12个门徒毕业生的致辞是讲啥呢？咱知。咱要来看这毕业生就讲好，主，你既然找阮去，阮就去啦。咱来看后文哈，这个上下文。咱若无看到上下文，咱等于会使看。今仔无读，总是后礼拜以后咱会讲。去，阮就是要为你去。所以咱若愿意为主去的，咱就是勇的啦。咱就是勇敢的啊！是安怎咱来去？因为咱去，咱的性命就无共。这是除了是上帝的命令了后。因为咱有限的性命，互主通过伊找咱去，咱甲主来同工，咱的性命就愈来愈亲像主，咱的性命意义就无共款啦。毕业生的致辞，
我想有真侪人可能知影，今年全世界最夯的就是一个阳明医学院医学系一个女生她在伯克莱毕业，她代表毕业生来致辞。这个女生叫做叶什么曲哈，我就一时袂记哩吼。伊安怎讲？因为伊是医生，总是伊去到伯克莱是读啥物公的哦，公的硕士。伊一讲吼，伊一上台伊就讲，我今仔日毕业，总是互我想到，我来到伯克莱头一工上课的时阵，迄个教授有摕3项物件伫个桌顶，每一个桌顶。头一项说是啥物？机啊。第2项是啥物？笑，功课嘛吼。第3项啥物？汤匙啊。伊讲，来，学生伫你面前，每一个人拢选一个工具。兄弟姊妹，句啊若是1，笑是2，汤匙啊是3，请咱来选，一定爱选。你无选，你就转去啊，你就免笑啊哈。好，请咱来选，1、2、3，哪一个？请表示在你的胸前。会使莫互别人看，好，请表示。若无表示的，就免迄落有人掠足悬的2，有人毋敢掠吼，免歹势啦吼。有人掠3吼，甲即个医学院的学生共款吼，女的医学院的医生，她也选3汤匙。好，老师讲好，你拢选好，无举手的拢出去，拢免阁读册吼。好，选好了后，后一个撒啥物出来？很大块的冰块到每一个学生的面前。好，请你即马摕你拄则选的迄个工具，甲即个冰块搓成1公斤的冰块。哇，这个冰块是10公斤以上啊！搓成刚好1公斤的冰块。这个叶医师，伊非常的挫折，伊讲伊人生无遐尼挫折，遐尼无力感我家己选的，我选一支汤匙啊，阮身顶落一支汤匙要安怎哦？毋等伊扬，等伊扬吗？伊心内足挫折，过来教授就讲是即马现代变化足大的，挑战足济，咱袂使阁用过去的工具，这拢过去的工具，咱袂使，这时代咧变，已经超过咱想象。咱手所掂的即个汤匙是过去的代志，咱所掂的即个宣教的策略是过去的代志，总是已经过时啊，无阁有路用啊，要互你信的。今仔经文就是咧甲咱讲，耶稣要甲即个温度嘛，要甲咱讲，时代咧变，伊要甲你讲，嘛甲我讲，嘛甲温度讲，我找恁去，找恁要去传福音的时阵，甲若咧学校读册是完全无共款。爱有无共款的想法，总是你的信仰无变，策略会当改变，总是信仰是无变的。是，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就是甲咱讲，不管安怎变，咱就是安那好大徛咧无走，咱就是安那向前。主既然互咱即个记号，咱就是勇的啦，咱就是勇敢的。有即个记号，咱就向前来行。即个李文斯是啥物？牧师2礼拜前有讲，非洲之父，伊号做啥物名？若少年的吼，偌勇敢的李文斯基啦，我睇下李文斯顿啦吼，因为因较捌李文斯基啊。李文斯顿伊是一个医生，伊当伊呼召的时阵，上帝呼召伊的时阵，伊听见路边的人咧讲，偌济人无听见福音，尤其伫黑暗中的非洲，伊讲哇，找我去。总是伊感觉安那，伊一定爱完成医生的这个学业，所以这就是一个勇敢、勇者的记号。伊完成医生的学位，伊就是要去，伊要去安那，要去传福音。所以咱要看，什么叫做勇敢的，什么叫做勇者呢？伊有伊的特征，伊的记号是啥物？就是愿意。只要你愿意讲，虽然主讲打我找恁。亲像羊伫豺狼的中间，遮尔可怕。哎呀，你也是愿意讲好，主我愿意。这就是一个主所爱的工人。所以咱做代志，伫今仔伫2礼拜前牧师的这个讲道中间，咱看见12个温度的名，这个名
老实讲是代表的意思，牧师迄天已经有讲啊。总是今仔日咱来看这今仔日经文的前文，就是讲主差遣上去，工人比工作搁较重要，工人比咱的服侍搁较重要。兄弟姊妹，虽然你即马感觉伫你工作中，还是你的服侍中间，你感觉真无力感、真挫折，你感觉没有被鼓励、没有被肯定，我不如归去好了。错，不是安尼。好歹你就莫走，留落来，互主继续来用你，因为主看重唔是你什么事工，看重的是你是什么人，看重的是你这个人。因为已经讲啊，你免惊，我看重你，你敢无比迄七鸟搁较贵气嘛？所以咱这个人搁较重要，工作做无好势，服侍做无好势，无要紧，咱啊调整。因为主爱咱去，所以咱若是愿意互主差去的，咱就是勇者，咱就是勇的啦，咱就是勇敢的。咱看见这勇的、勇敢12个门徒，好主，你差遣我去，我就去。主真正应该要啊，亲像今仔日的经文上所讲的安那，羊伫豺狼的中间，安那互人掠去伫会堂中鞭拍，互人安那要伫众人的面前来安那做干净，甚至因最后安怎必定安那倒掉哦，毋是正，因为伊讲主啊，我不配甲你共款定十字架正，我不配，所以我爱倒做。啊，若写路加甲使徒行传的路加咧，伊伫一个啥物橄榄树上被处死。啊，约翰咧，约翰好应该启示录的，伊安那，伊去用等咧安那，去用等咧很滚烫的油锅。哎呀，主啊，你敢有听因吗？因死甲真歹看呢。咱台湾人讲爱好死，这敢有好死？你知影无？当我咧甲一个青年，咧即个环岛中间对话，因为我咧准备即个工程，2礼拜前准备，总是我一直咧，逐工拢咧笑咧，咧思想即个经文。我甲这个少年讲，你看，互主呼召安尼啦。我其实是挑战伊，会死甲真歹看呢。你要阁对主无？你知影即个少年人安怎甲我讲？我当然嘛要。啊，你甲我讲，啥物人无死？同款拢死啊！死好看甲死歹看差喺倒，无差，大家拢爱死，差伫对。你安怎活啦？差伫是毋是我所活的是主要爱咱活迄个款式？差伫倒位？咱死了后，主要甲你长头对面，要问你讲，我互你活久，我叫你做啥物，你有做无？啊是你安那乱讲？亲爱兄弟姊妹，人拢爱死。好死歹死，好看歹看，真诶无重要。重要是主看重你，重要是咱要安怎来活出一个基督徒。主要呼召你，要互你行迄个干那你会当完成的任务。别人袂当完成，你莫讲啊叫别人啦，歹势就无别人啦，就是你啦。安怎就是你？即迄个时阵，有一个国王马克西米卢下令，会当处死刑的，敢若2种人，请咱注意哈。咱的长老这书无书，敢若咱会去用处死，啊，你要去做核心同工无？敢袂？敢袂？是，咱就爱好胆，因为主甲咱伫地，这就是呼召。咱是毋是愿意？咱若愿意，主讲对，勇者的性格是啥物？就要教咱哦。主毋是甲咱讲啊，我找你去，无要管你，无，你们要是命令哦，要灵巧，你们要驯良，啊训练上面有这灵巧，上面有这驯良啊，比如做啥物？比如做讲蛇，比如做啥钱仔一样，蛇有安那种软状的，总是蛇歹心吗？咱看创世纪，伊就讲咱袂使歹心，咱爱啥物参像啥物心，钱仔即种心。顺转的心，所以咱唔通学蛇的歹，总是咱来学蛇的巧。咱唔通学钱仔戆戆，咱爱学安那蛇的巧。啊，你讲啊，安尼你讲到安尼，我也是听无。即句话就甲咱讲，智慧是静中有智慧的萝卜。亲爱兄弟姊妹，
亲像巧，亲像蛇，善良温顺，亲像蛇，就是尽忠，阁有智慧的。咱敢愿意诚做尽忠阁有智慧的吗？若是，咱就是一个勇敢的。所以主有搁一遍来甲咱讲，伫经文讲，戆人无一句话是毋信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毋好逐项拢信，咱嘛爱有安那有即个智慧，安那来判断。动机无毋对，时机无毋对，总是要安那讲。即个有机爱看现场的人，现场的主会互你看见，给你有洞察力。你当说什么话，你不当说什么话，你当怎么样子来做？咱看见保罗就是一个真好的例。当伊去用掠去会堂啊，要遐伫个遐辩论的时阵，伊迄个时阵目睭小可溜一下，哦，遮会当分做两种人。等两种来。撒都该人甲什么人？法利赛人，伊一想，有蛇的智慧，目睭小溜一下，想一下，哦，好，伊就讲什么？我即摆受害是因为5万死人来告我。伊啥要讲即句话？而且伊讲兄弟啊，我是法利赛人，啥要讲即句话？是有原因的哦，因为伊真正是法利赛人，伊讲伊是法利赛人的原因。是撒都该人因那无相信啥物告我，哇！伊讲即句尔，本来因大家箭头拢往向他，要互保罗，互你死，互你死，互你死。伊敢若讲即句尔，撒都该人甲法利赛人因那水小病，无搁看保罗尔。就是伫真济时阵，主要互咱有智慧，要安那来诚做有智慧的温柔。伊无要叫咱大家拢安尼足歹安尼吼，无总是主要搁讲，蛇的巧是总是有一项咱来注意。蛇会脱壳袂？咱知伊会脱壳，更新有好无？好啊，主啊，我每一工甲你认罪，我每一工拢。更新，我每一工拢是新的，总是我每一工拢搁犯同款的罪。我每一工拢同款，安那爱食甲无天无量。我每一工拢安那做主无爱我做的。听讲迄个做啥物？演讲的吼，就是你不能被这些这个抽烟啊、喝酒，啊是主无爱你的，你总是一遍搁一遍来食，一遍搁一遍来犯。蛇就是安尼，狗嘛是安尼。伫彼得后书讲，即号人的境况是下伫真的俗语所讲的安那，狗安那倒转来食伊所吐的啦。亲爱兄弟姊妹，蛇嘛是，狗嘛是，咱毋是，咱是啥物？咱啥物？咱人啊！所以咱个既然认罪啊，既然讲主啊，下面我是新的，我不再犯同样的罪，我不要吃我自己吐出来的，这就是一个勇的，这个就是一个勇敢的。所以咱来学蛇安那，目睭真敏锐哦，目光很锐利，一看了的就知影。耳朵听，唔通去听迄唔好听的，很谨慎。搁较细的声，咱来听见人心的声。是安那应验无数的讲，我足艰苦。我虽然无去问真济人，总是真奇妙。上帝是一个灵，互我的灵内面就是感受到同工因的挫折，感受到同工因要放弃。虽然敢若一个人讲出嘴，总是甲昨昏我才确定，真正有真济工已经提出要辞职、要离开。是安那？上帝伊家己会疼伊的囝儿，虽然伫咱的中间，咱毋知人心想啥物，总是咱若知道，咱就会敏感着。我是2礼拜以后我才知，我昨才证实，总是我心已经有勇敢啊！我已经好大卖走，我嘛要鼓励这同工。虽然咱改变咱的更新，咱的无习惯。总是咱安那，咱敢若看主啊！咱只要勇敢对主，主安那，互咱来靠。是安那，咱爱亲像钱啊，咱不刻薄，不莽撞。
真正就是安尼啊，无安那吼，安尼歹叫，歹叫咧倒吼，无安尼，无刻薄，无如在啊，我脾气就是安尼啊，不是这样，主要来改变咱的脾气，无个生同样的气，无欺骗，不行伤害，互咱有清洁的心。伫即个情形，主既然讲咱是羊，即个人要伫咱要伫人群中间，咱免人群较济啦，一个就好啊。伫即个情形中，请咱来做一个选择。头一个羊，咱拢羊，上帝讲咱是伊的羊群。你要爱，上帝讲你要爱即个人伫你的羊群内面，也是你要爱狮子。你爱倒一个？大家一看讲，我当然嘛要细只，细只食较少啊，几啊工才食一只羊啊。狮子安那，哇，一边仔食几啊只呢？当然嘛是选狮子。咱的主安那，毋是哦，伊讲我袂用遮尔不公平的啊，来，互恁选。你若是选狮子呢，毋是两只，是两只，互你轮流。你若 A， 你若选 A， 伫个你的中间，你 B 就伫个上帝遐所以两边拢是一只人，一只狮子。请问兄弟姊妹，你若要选人的，请举1；你若要选狮子，请举2。请问你要选哪一个？好，请表示。一定要表示哦。你若惊歹势，等下选毋着，互看。有楼顶的，有我看到哦。有2有1的詹医师是选迄个，你莫甲伊共款我看到好，选了后，选伊的，哇，几啊工才食一只羊，好，选对了。昨仔笑迄个选2的，你看你一工爱损失几十只。2工3工，哇！这个选2的歹势选2的蔡医师咧笑，选2的哇！当海啊，选唔着，一边10几只呢，竟然换一只啦，看迄只会食欲较袂较好呗，换米落来，我发现米搁较枵呢，因为伊才知影讲天顶那无羊通食，因想到一个办法，因知影咧天顶枵，所以即个狮子伊就讲，我来讲哦，你若食较济我就你若食毋是款，我就互你送去天顶。所以这狮子开始惊去倒，惊去用送去天顶，因要留落来地上啊。所以只要在地上的，不管 A 或 B， 伊就甲羊参详。我无爱食甲吃到饱，我食8分饱就好。A 讲食8分饱，羊讲8分饱，我也损失很多羊啊。上去，下来这只较巧。我跟你讲，羊，我吃5分饱就好，你不要送我上去，我在这里很好。羊讲聪明如蛇啊，善良如鸽子。5分饱，我还是损失很多羊，不行，上去！不要向我上去。搁一只来，这只搁较巧。我跟你讲，3分饱就好，3分。No， 上去，迄只来讲，我跟你讲，恁若死去的羊，我才食，活的我拢无要食，安尼好无？兄弟姊妹，这世界有真侪时阵，互咱真恶选。总是咱需要有智慧，主就要爱互咱有智慧。咱有可能无法度得到上，你感觉上好，你要爱的，总是咱会得到一个上适合的，一个平衡，一个恐怖的平衡吗？不，我要说那是神圣的平衡。在这大自然不是这样吗？我们要谦卑，咱爱谦卑，咱伫个公司上班嘛是同款。咱伫教会服侍，伫家庭中嘛是同款。愿主互咱有安那，互咱知影要安那做，要安那来防备。伫遮就讲恁爱防备人，因为人要爱掠恁去会堂要来鞭挞恁，恁来对人来做见证。那么做见证有4个面向。第一个是旁观者的角度来见证你上帝所行的事迹。第二是你是主动参与者。哇！你来见证你所经历的所在。咱若看咱的周报，咱就知。伫第4、第6页，咱已经2礼拜拢有看到，遮有见证。咱的谢秀凤小组长，伊来见证，伊就是主动参与，在这当中见证上帝所行的事迹，所以伊就爱写出来，
兄弟姊妹，应验牧师嘛，邀请恁若有经验，你就爱分享出来，互人知，咱即位主是全能的，咱的主是听你，是听我的。另外一种见证，就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见证伊所了解、伊所相信上帝的计划，或者是还未完成，总是伊知即个计划。也则是利用主观参与者的角度，你来见证上帝的计划，总是你相信的。咱看第7页，就是大有国中的校长。咱伫6月6号的时阵去遐，咱有做大有国中的生命教育的结业式。游牧师讲一段话了，这个校长吼，忍不住伊家己搁起嚟讲，伊讲完了吼，忍不住讲，我搁讲一个好无吼？啊，伊就讲到伊家己。即个过去哈，虽然伊即个过去是讲人要努力，总是安那，咱甲伊保持关系，爱互伊知是有一位听你的主，你也毋捌伊离伊，啊，就写伫即个第7页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迦南教会遮有见证，有主美好啊，做伫你身上的，敢好咱好胆甲写出来，哈啊，然后再交互即个咱干事，还是互应验牧师，还是游牧师。咱就来甲伊分享，互真侪人知。恁免惊，你爱讲啥物话的话，因为今仔经文讲啊啦，咱的爸要赏赐互恁要讲的见证的话，只要你的动机是对，哈，你的动机是要因光上帝，毋是要因光你的人，你即个人啊，时机嘛足重要，时机足重要啊，有机嘛是足重要。咱拄则看到迄个人甲羊甲狮子的故事，咱就知。咱看到保罗伊讲，我就是法利赛人，咱就知。有机很重要，这个当场里面有多少群体的人，我们怎么样子让大家可以双赢，不是双输？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找到那个平衡点？主宰伊要赏赐互咱有智慧，勇敢的人，伊就是某一个心意，就是伊决定要对主，为着主的名，互人落骂，互人分，嘛无要紧，忍耐到上底，要得到救。所以，伫即个咱去看约翰福音嘛，讲我实际在甲你讲，你少年的时阵是用带是带家己那要怎读哈？用带家己来绑照所爱的来行，你要安怎行就来行，独你较老的时阵啦，你的手要安怎，别人来绑你啊。总是虽然安尼艰苦的代志，主恩安那。叫你爱忍耐，因为伊家己甲人讲，人若要对我，就爱看无家己，爱安那掠伊的实力价来对我。主嘛是共款咯，吼，主伊家己掠伊的实力价，既然伊掠伊的实力价，咱伊受的苦，咱袂亲像伊遐尼苦，因为咱是伊的学生啊，咱袂超过伊啊，所以放心，主已经甲咱担，主已经甲咱人阁嘛主哦，吼，做你是安那别西卜，咱是伊厝的人，咱袂去用骂扁伊，阁较歹听啦，吼，所以咱知有即款这主安那主所受的已经超过担咱的，咱会将来咱要去拄着恶担当的袂超过主，因为主已经为咱来担。咱的主所担的都是实力决定，上最后晚餐伫克西马陵园，伊虽然家己无愿意行上十字架，这苦路总是伊讲阿爸阿爸啊，你万事拢会愿意，互即个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兄弟姊妹，咱嘛是爱安尼，甲主讲，主啊，我希望安尼，总是愿意安那旨意一成。我知我若安尼做，有主你真做我的靠山。李文斯顿伊伫非洲宣教，拄着真济代志，总是非洲会当甲福音传出去，实在是因为伊勇敢。伊虽然医学院毕业去读神学院，就是要做宣教，总是伊3遍讲道学，头一遍去哩徛几步讲我毋知要讲啥，就走去啊。第2遍佫徛几步，毋知影毋知要怎讲，滴滴嘟嘟无讲完，落来。第3遍嘛是共款，袂晓讲道的，敢有法度做牧师？传道师，因学校院长讲无要紧，伊有一个心地，伊勇敢，愿意坚持到底，
伊用伊的行动来讲道，不是用伊的嘴，伊用伊的医术、伊的科技来讲道。所以伊家己安尼见证，伊讲伊跟对上帝脚趾，伊性命变成一个金奇妙的旅途。伊干那一个心智，向正确的，上帝要叫伊行的路，结果上帝安那，互伊一片安那美丽的花园啊，就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当伊回应上帝的时阵，伊就是讲，是安那听到遮尔侪人还未信主的即个呼叫的声，咱的回应。却是，唉，主啊，差遣伊啦。是安那咱听见遮尔的侪人有需要，咱听见讲周报写讲，迄落爱参 AT 夏令营，爱需要人煮菜，这嘛是一个服侍，因为咱要服侍真侪人，150个真侪，一半以上拢无信主的。是安那咱的回应敢若，唉，我都毋敢举菜刀啊。毋敢举菜刀，用家刀嘛会使啊。是伊毋是家刀吼，咱有一个兄弟，伊真正毋敢举刀，伊讲无你会洗菜，你会洗碗，会使袂？会使。兄弟即边毋茫咱毋回应上帝呼召，毋是干那，毋是。讲主，我会记你，你叫我行，我就行。李文斯顿讲，我无第二个选择。我就是安那，要互人的灵魂得到救，我要互人的灵魂得到讨棒，互因得到主耶稣的信息，互因得到自由。李文斯顿会当安尼，实在是讲，伊是因为伊真侪主日学的老师，以前有主日的老师安尼来对待伊，真看顾伊，甚至伊伫要过身以前，甲每一个主日学学生叫伊的名称头前，为因祈祷。甲因讲话，伊甲因讲啊，恁的信用，伊的助理老师讲，你的信用若是干那为着突发性的感动，或者是神迹，安尼试探跟引诱，迟早会追上你。所以伊爱叫伊这学生安那，李文斯顿嘛是，你听上帝的话，在家要会主，不要停止聚会，小组也很重要，因为小组怎样？咱才会当得到牧养啊，因为咱教会遮济人啊，哪有可能？一个无可能。所以咱爱不停止聚会，咱有小组，咱透过小组，我们可以来被牧养，也可以彼此牧养。那我们在小组在改造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困难，但我们既然知道是对的，我们就全力以赴。刚才李文斯顿讲了，全力以赴，交托天赋，与主同行，勇敢不放弃。好大卖照，直到咱改变为止。因为咱有应允，主讲你免惊啦，你惊啥？我通我互你靠啊！你即摆心内艰苦，我无人拢知影阮的辛苦，无人知影阮的用心，搁敢若阮去人责备，毋是遮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知道的，没有，有一天知道，而且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咱见主迄阵啊，早是重要啦。咱即摆活是为着迄阵啊活啦。每一个人拢会死啊，敢毋是？安那死无重咯，真诶，活要安那活，毋免惊，因为主要互人靠，因为连咱一个头毛，咱主拢算过，算小过。我想咱即摆逐个拢足嗨，啥物世界足球杯？若是甲恁讲，你有2张的票，足欢喜诶啊！有人要去无？拢无人要去，逐个拢无啥爱款吼，也是客气吼。若是互你2张票，结果你去到即个球场的门口，有人甲你讲，我用冰淇淋甲你换这2张票，要啊买啊大家有理智，无啊，哪有可能换你这？你迄冰会扬去啊？是啊，兄弟姊妹，性命会扬去的，性命会无去，慢慢，咱会愈来愈无去。啥物是重要？咱无伫个关键的时阵，选择迄会扬去的。咱来选择真正宝贵、真正可以有永生的，咱毋通去互遮个魔鬼骗去。会记你主讲，你就是去，你要记得去，要去哪里？你毋免去到李文斯顿，去到非洲毋免，你去敲敲你家人，你要不信主的厝的人的心，就可以
你去到你公司里面那些需要爱的人，你去到你的服侍，你知道谁服侍最近很低落，你沮丧你去安慰他。你组里面的人，你的小组里面上面人需要扶持，你就去。关键时刻千万不要选冰淇淋，关键时刻要选那个宝贵的。你去看了足球赛或什么，它可以进入你永远的记忆里的。选那个永远不选坏的。只要我们愿意去，我们就是一个勇者。咱会记得爱去传福音，咱就是一个勇的，就是一个勇敢的人。咱三角要来唱这首歌，请咱起立，去，记住去。暑假咱有足侪咱教会的大代志，是毋是？咱隆重来，会当煮饭的，会当来教夏令营的，会当来做啥物代志，拢来敢好？伫教会有真侪服侍，咱拢来好不好？为的是什么？要去传福音，不是要做事而已哦。去传福音，咱三个来唱这首《去，记住去》。去，记住去，天天都要去，望普天下去的长生。去，记住去，去，记住去，天天都要去，望普天下去的长生。再一次，去，记住去。天天都要去，望普天下去的长生，步步冲破街的角落，悄悄每家千百遍，珍惜。望普天下去的长生，去，记住去，去，记住去，天天都要去，望普天下去的长生。最后一次，去，记住去，天天都要去，望普天下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的生命因着你为我们死，主，我们立志要为你而活，活出那个精彩，活出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量身定做的使命。主，这个使命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去活出来，去完成出来，唯有我们可以。主啊，或许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够勇敢，或许我们会软弱，或者我们的失志，我心内真艰苦，我感觉真委屈，也是我感觉真无气力。主啊，你拢知，因为主你呼召阮，你就来负责到底。
特别是你呼召阮伫阮家己的厝内，阮上亲的人，主你要爱阮去，爱会叫你爱去为着福音来传福音。阮身躯边重要的人，阮爱每一遍来甲因的心门来拍门，讲主听你，主听你，主要救你。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听阮，因为你予阮有对你遐来的权柄，阮会当知人的罪，阮会当知人的有限，阮会当知人的需要。主你就用你无限的听，主你完全的气来，主你属天的智慧，主你予阮无惊吓，予阮真侪勇敢，阮就勇敢无走，直到主你的心意完成，直到主你过来时。阮感谢俄罗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起立。主人福音的主，感谢你这礼拜保守甲带领，互阮会当平安顺利来经过。主啊，阮知为主做见证，为主去传福音，并毋是一件永会平安顺利的任务。求你赐互阮力量、甲勇气、佮智慧，互阮穿着全副的军衫，踏着平安的福音出去，勇敢为主来做见证。主啊，但阮愿意献上阮的时间。